小人就满了，基本上刚刚2-3个人就只有那个拉车和白鹤。现在取证开始，平台达到极限，那就取消呗。QRG 格式460，不要460，有点轻贵。小罗同志已经回阿坝州了，他有事儿。现在我看左巴也在直播了，以前很少看他直播。今天无意之中传作品的时候，这个推了一下，哇塞，这觉得哎，好熟悉，这是谁？你看左巴在直播。哦，抱着小孩子在跳，这就是对这个的热爱。画面好不好？我不知道画面是不是黑的。还有自动的应该好一点。华为手机在台湾可以看，对，便宜卖你5块，我以为打5折的卖。今天丽丽要来的吗？哎，来，没来了。你说哦，明天来，今天星期一了。
昨天拍了好多都没发完，还20多个、30个没发。没懂，这搞错。今天玲玲来不了，明天星期一他们公司开会，然后拉布娃也来不了，就要加班。走马猪应该要来。出了说来就来了，这个刚刚来，苏拉的标志就是右边带朵花，都不用标志，一看就知道，就在。啊？这啥个？确诊和走吧。确诊高一点点啊！确诊，哎，确诊，我确诊。这是妹妹的同学，来了一个。直接在网页上看直播嘛，应该可以啊。跟那个其他的几个这个在网页版一样可以看啊，你不用手机登录也可以。端也是没有受限制，抖音的技术还可以，这个在网络公司里面数一数二。看音箱好技巧，就8字。跟走马出这个国外的男友。
你吗？那是瑶瑶吗？瑶瑶在后面呢。走出来。丽丽在，对呀，卡位置。这个是3个。你的车上有没有多余的直播间呀？车上啊？车上暂时没有。你拿手上。哎呀，明天给你拿吧。我明天给你带过来。你今天对不住，你要跳。他们3个，这个是谁？
主要是大陆这边太关心了，关心你，所以说每个人的手机全部要实名制，说错话了直接照那个身份证抓人就完了。他们这一圈走得快一些，瑶瑶他们那一圈走得慢一点。你看，马上就超过他们了。穿得好整洁啊！PK 的一个认识了个新的朋友，好像是。又过来了，哇，3圈了。
像背着的衣服哈，好亮是吧？大义不在，养修养德出路不完那么，一人大西边一马，红着边一马，不三周边一马在那，好阳光在看嘛，光出。两个一起。对，你点起来。哎，我你来了是吧？我还没坐一下，我有啥不？我有在这儿直播呢。他不是说最是谁呢？我跳里面来，画面来了。手机拍一点，他们刚刚在第二圈里面。
去定焦，嗯，单独。可以去。手机还是好用。啊？手机最好，手机最好用。嗯。每次拍剧本，他每次拍了10多秒就休息去了。吹风吹过来都是香的。是啊。从这个方向吹过来的，就是香水，香水，好香啊！要泡吗？我给你水喝。好吗？我说。喝水。他很抗拒。不对，他不会。他很抗拒。他说了一般右边扎朵花。
一下就结束了。给他那个，老板，好香啊！喝了之后身上好香，本来取出来身上就好香。这个穿黄衣服那个小女孩特别好。啊，对呀，现在汗水都出来了。你休息。这边又过来了。
伴奏的又响了。还有冲过来了，棒棒，他想跑。棒棒，啊，不跳好高。都是老师，星期要请家长那些，就是星期的任务比较多，一般都要加班。因为我们家里面老师很多，非常多。我妹妹也是老师，一般早上7点多到晚上22点、23点多回家，一般加班好多。班主任还要兼语文、兼英语、兼其他的教练学。曲针是8堂曲针嘛，第一个05的那个是吧？还有这个曲针呢，扎西曲针，还有一个是武家梦的女儿也是曲针，曲针有几个？有4个。等一下我就说句第一个嘛，是我跟8堂曲针买花嘛，好了。对，也是第一个，有背包。对，吃过30的北京，对，没问题。明天什么 ？Tomorrow and Wednesday choice。OK， thank you so much。汤银花放信息，我看到了。老福嘛，幸福嘛。对，我给你截图了，在社区里面发帖子，说我不知道你是送给谁。哎呦，因为我看你说的8堂曲针，他估计是送个8堂曲针。这边也是老福，
烘衣服那个也是老虎，扎西。现在老虎转圈儿转得好，看吧，他以前玩那个跳舞机跳的玩的比较多，有一定基础。刚刚我们拍了好多照片。这样拍嘛，你可以直播，但就可以。好的摄影师都拍了。好，可以。你直播的时候也可以拍的，对呀。但是他们有时候想看跳舞。教练给我新的账号真的好起来了。可以。太高兴了，以前都是2、3个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现在你看你坚持直播的话，就有很多人看。有那一天700多个人。就是我们最热闹的那天。对，就是这个人最多，那个那去那天嘛，是吧？对。这是吧？发张取真。中文另外我的中文名字第一抹去。好的，就是福什么江，搞忘了。等一下我回去看一下。可以看聊天回放，可以看到。用拼音也可以的，现在一般都知道。中文拼音名字我去。像明天还是后天是星期三，有可能拥挤要来。有可能会来，那个你送8张取真应该随时可以吧？明天也可以送，后天也可以送。这个穿绿衣服的就是8张取真，肯定知道啊。他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太近了也是犯罪。对，这边来嘛，那边有事儿嘛。咱们这个又不是专业的团队，又会跟公司，是吧？如果跳舞的一个人给1万块钱，那每个人都要来，每天都要来。你说我1个月给每个人给他1万块钱工资，那上班那种，那肯定每个都要来。穿蓝色衣服，我以为是那么啊，这不是，因为裤子，它背影有点像，后面可对哦，这干什么家伙？收集这还是比较快，没来就变坏了吗？没来，收集没来，回来就
太多了，还有事儿永贞也没来，赵小璐来了。康巴地区有玉树嘛，还有云南嘛，所以叫康巴衣服、玉树衣服，还有云南有一点点，主要还是青海的玉树的。这三个。队员的颜色五颜六色的好看，颜色搭配好看。男队员的全是统一的，黑色的、白色的。你看女队员全是五颜六色，黄色、紫色、黑色，还有深红色、淡色、蓝色都有，深蓝色也有。从那个角度看，全部是五颜六色的。每一个人穿的颜色都不一样。
穿队服也好看，就统一的颜色，它就像部队一样，穿的都是统一的，它那个看起来也很壮观。我们要开往那去的了，往那去的开始，应该有4-5分钟。他比中午做宾馆吗？做宾馆。啊，他们在说那个。家里面有人敲门不想住了，幸亏不高兴。好，拜拜啊！回去直播啊你。我们换个方向，好吧？这个方向转过来，转过来。这个方向，这样啊。这是能罚单的那个，50这个
我屋那个啊，你搞的我都记不清楚，我是还记啥都不晓，这个知道。对对对，水果子，水果子海了。对于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
去看是个村的名字。他们这次呢还有一首单独挑的那个时间比较短，2分14秒钟左右，叫那个宋文播送上宋文嘛，然后这个歌还没发表，没正式发表，那这个月底应该发表。那个跳的舞很好看。盛世香堂，吉祥圣母，搞得我都搞晕了。吉祥圣堂。
成堂嘛，石文成公主那个，哎，这都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个歌曲不一样。看嘛，你叫泡泡糖吗？叫了好久了，泡泡糖不叫了好久了。它好贵哦。对啊，早就习惯了，喽。带回去嘛，带回去。特别喜欢宠物。啊，它还是分，但是狗狗那么多种的嘛。啊。狗分那么多种，它喜欢哪一种就不晓得。从那个拉长裙，要穿2次，连续跳2次。他也是网红哟。你咋都穿那种深色的衣服？看嘛，吴江墨也是。哦不，李宁也是。吴江墨也穿那种颜色的，都是深酱红色的。给我吃个肉。我们老板那天养了个猫，猫，它蓝鸟，然后就是眼睛是蓝色的吗？啊？眼睛是蓝颜色的。我说的是老板买了个猫。啊，猫嘛，叫英国蓝短嘛，是不是？不知道，这个不清楚。应该长得比较大那种。小的。哦。然后他带回去，然后就是他到处来尿，然后就是受不了了，味道太大了。哎，他也把它送人了。对。我妹妹养了一个英国那个猫猫，它长20多斤了。啊，它可以长20多斤。它眼睛是蓝色的，很好看。非常漂亮。但是我好久没看到它了，小的时候经常抱它。太可爱了。今天出去还比较多点的，春熙路再转了一下，我得看买下礼品，要给17买。我问17喝不喝咖啡，他说喝咖啡要晕，然后他不喝咖啡。我去挑这个吧，来。好，这腊肠裙。哎，正好他们，这个跳完了地方就完了。吴江墨是深蓝色的啊，搞错了。这个李宁那个是这个颜色，是酱色的。你几个都穿这个颜色。叫那个，这个是才跳几天？多扎鞋。你也出去了？看个谁扎？当然要做东西。这个我在他的影子上看了石轩鹤的影子，这个穿黄衣服的那个。石轩鹤战地下拍了一个嘛，战地他们有时间在一起。他是曲征的体力好，一直跳一直没休息。然后扎西蹬子一直跳现在啊，没休息了，水都没有啊，好像感觉我的背上都湿了。你看扎西和蹬子都湿了，他背上也湿了，看嘛，全是汗水，水都没喝。搞忘了我那边还有几包山羊和鸡面没给他，应该有5包左右。
手机。胶膜也可以，质地都好。还有一次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又来一次。还有一次。干道上面他要抓，交警要抓到罚款，罚20到50吧。在市中心一般99%都戴了头盔的，他那边距离市中心不远，2-3公里。因为取证的活动范围就在这一片儿，应该就是方圆1公里都没有吧。那边没有交警没抓。反正市区主要干道上面要抓。没戴头盔直接先拍个照，然后罚款。我没经历过，反正我在旁边看到过。包括送外卖的，所有都要戴头盔。不戴的话，交警随时的监督，随时要罚。第一件事就是对着你拍照，然后你交罚款。现在已经养成好了习惯了，好多出门都要戴头盔。这边20到，一般有些是我没看到交钱的场面，反正应该有罚款。摩托车都要戴头盔，不管电动车、摩托车都要戴头盔，只有共享单车、自行车不用戴头盔。还有国内现在那个后面就是坐汽车的后座只有1-2个城市要求戴安全带，一般都不需要戴安全带。但现在成都这边网约车，如果是网约车，他交警会看，他们一般知道网约车的那种车型，然后看你他那儿坐人的时候有没有戴安全带，有些没戴的话罚款20嘛，20到100，应该是20块钱吧。要扣分，一般现在不会扣驾驶员不会扣，主要是后面乘客要被罚款。以前没有规定啊，以前没说了一些，现在不知道新的规定，但是没有强制性的。摩托车都要戴头盔，电瓶车都要戴，只有自行车不用戴。在德国那些没事啊，你县城根本不会管，小县城不会管。
万了9:38了吗？9:38、36结束了，还是好多人去争。看吧，穿的颜色都五颜六色的啊。看这3种颜色，这边还有2个五颜六色，这边还蓝色的、黄色的。明天见，明天晚上见啊！明天晚上见，明天晚上见，明天晚上见。我今天看你还又发了10多条了。哦，30多个吧，20-30个吧。昨天拍了还没发完。没看他发了，基本完。我把那个他们拿去那个刚送那个找到了，送有一段是免费14秒那个，他们新年没发表那个照片。就在西面桥跳了一次，在乐山跳了一次，在那个西藏中学里面跳了一次，跳3次。也录了你不说每个场地跳的都一样吗？有新的吗？他有单独的新的，他们没。乐山去了。没有啊，我看到乐山不是专门没有，他乐山那个梅朵。邀约他们去。哦，邀请你们去。哦，邀请人。现在我有在那问，来那个那去来不来那个乐山？哦，叫梅朵。那边火场队多好几个。哦。 7、8个没吃那个，反正我们跟到乐山是挨到的，它都是。啊，有点远哦，130公里，你来回300公里了嘛？是啊，那你来回就过去130多。哦，对，他的拜啊。哦。这个地方很新，去年子年初，今年子年初是刚15分钟去，没多了社区。 这儿有个世界上最大的湖。他们该到其他地方去交流。阿罗我把那些都去了，全州最大。还没见到你，我上周没咋来。这个钱好贵。他交了点儿，反正我说2年都去。就交了3个月嘛。 咋你交那个20块钱呢？哦，我说那2边都跳呀。前段时间这边又没得信过，这下子这边又有信。你现在就交吗？哦，你说交充电吗？你充电吗？我先充一会儿。哦，可以，这个手机苹果的吗？今天可以。不想去，可以休息。明天我跟那个国外一个跟你说，他的骑电瓶车戴头盔哦。骑电瓶车戴头盔，为了安全着想。真的啊，今天他明天给你送的话，明天。你为什么跳得那么好？你也来。明天给我送花。对啊，今天晚上的那个，等一下，这个呢，等一下我把那个把那个。